喺我哋國內華南毒蛇裏邊，人俾邊種毒蛇咬到會死得最快嘅呢？我哋廣東毒蛇最常見嘅有銀環蛇、五步蛇、飯鏟頭、過山峰。咁一旦我哋去戶外活動，釣魚啊、爬山啊、露營啊，如果真係好樣衰俾蛇咬到，我哋一定要認住嗰條蛇，因為每種蛇嘅毒素同埋佢嘅致死時間咧係唔一樣嘅。第一種嘅就係銀環蛇，銀環蛇嘅毒素類型咧係神經毒素，佢嘅毒素咧會阻斷神經肌肉嘅信號傳遞，引起肌肉麻痹同埋呼吸衰竭。一旦俾銀環蛇咬到，冇及時治療咧，最快6個鐘就瓜柴，最慢咧就24個鐘。第二種咧就係五步蛇，五步蛇咧又叫爛肉蛇，五步蛇嘅毒素類型係出血毒素同埋組織毒素，呢種毒素咧會破壞血管嘅內皮，引起大出血、溶血同埋組織壞死。一旦俾五步蛇咬到啊，冇及時治療咧，最快咧就12個鐘內就瓜柴，最慢嘅咧就係幾日。第三種就係咧舟山眼鏡蛇，即係平時啲人叫飯鏟頭。飯鏟頭嘅毒素類型咧係神經毒素同埋細胞毒素，呢種毒素咧可以導致神經系統嘅麻痹，同埋造成嚴重嘅組織壞死。冇及時治療，最快咧就1到10個鐘咧就會瓜柴。最後一種咧就眼鏡黃蛇，喺華南地區咧叫做過山峰。過山峰咧係所有人最唔想見到嘅一種蛇，沒有之一。嗱，咁為咩咁講呢？因為其他蛇咧，如果你冇踩到佢，或者你隔佢嘅距離咧非常之遠，嗱咁樣咧嗰條蛇係唔會攻擊你嘅。但係過山峰就唔同啦，過山峰咧係一種主動攻擊人嘅蛇，佢係會追住人嚟咬嘅。有人喺網上講過經歷，曾經上山俾過山峰追咗2個山頭，嗰日差啲冇命翻屋企啦。過山峰咧係世界上體型最大、攻擊性最強嘅毒蛇之一，佢嘅毒素類型咧係強神經毒素同埋心臟毒素，一旦俾佢咬到啊，會引起全身嘅肌肉癱瘓，特別係呼吸機嘅麻痹。如果冇及時治療啊，佢嘅致死時間咧最快30分鐘咧就可以瓜柴。所以啊，你喺野外，特別係嗰種冇雷公咁遠嘅山卡啦，一旦你遇到過山峰，如果你係走唔甩嘅，咁你就原地喺度噶啦。